喂，如果你而家諗住喺倫敦買樓，有一啲地方你一買落去，真係有機會幾百萬蒸發。近期好多香港朋友講，倫敦樓價好似唔錯喎，而家入市係咪好時機啊？問題係倫敦唔係得一個市場。今日我想用3條問題幫你睇清楚。一、倫敦有啲區睇落好有潛力，點解最後會變成地雷？二、點解同一個倫敦你可以交多1倍 Council Tax， 但生活更差？同埋3、你買緊嘅倫敦樓，將來仲有冇人接手？倫敦咁大，區區都有人話好，但係我今日一定要同你揭開一啲鮮為人知嘅地雷區。有啲區真係會令你中產入場，破產離場。大家好，我係 Gerald， 歡迎嚟到添宅。咁開始之前咧，記得訂閱我哋嘅 channel 啦，撳下面嘅鐘仔就可以睇到更加多嘅倫敦豪宅啦。買樓唔單止係買個單位，你係買緊嗰個區嘅管理能力同財政健康。如果一個地方連基本財政都守唔住，你交緊全倫敦最貴嘅 Council Tax， 但路燈壞咗冇人整，垃圾堆喺街口1個星期都冇人理，你覺得呢種地方將來仲有幾多人會接手你層樓？倫敦有啲區睇落好有潛力，點解最後會變成地雷嘅？今日我哋要點名批評幾個區，特別係 Haringey、Newham， 仲有嗰個復中之復，簡直係倫敦樓市百慕達三角嘅 Croydon。首先，我哋輕輕講下 Haringey 同 Newham。好多人睇地圖覺得 Newham 喺東倫敦有 Stratford、Westham、Canning Town， 又有 Elizabeth Line， 好似好正咁。但係大家要留意 Newham 嘅罪案率，特別係搶劫同入屋盜竊，喺2025年 Met Police 嘅數據入邊係名列前茅。如果你係追求高品質生活嘅中產，喺夜晚落街都要提高警覺嘅環境，你覺得住得開心咩？至於 Haringey 北倫敦，聽落唔錯，但係東部區域啲地段嘅治安同校網真係一言難盡㗎。不過要數到復中之復，就梗係要提到被稱為南倫敦曼哈頓嘅 Croydon。如果你去過 Croydon，你第一眼未必覺得有問題。一出火車站，高樓、新樓、玻璃幕牆，成個區睇落係有 redevelopment， 有投資、有生氣，但市場睇嘅從來唔止外觀。Croydon 近年最核心嘅問題其實係 Council 財政。由2020年開始 ，Croydon Council 已經3次發出 Section 114 Notice， 即係實質性破產。當一個地方政府連基本財政都守唔住，你喺嗰度持有資產，其實係承受緊一個結構性風險。而呢個風險係會慢慢反映喺日常成本上，例如 Council Tax， 咁正常每年加幅大概3%到5%。Croydon 呢曾經獲批加到15%，問題唔係貴咗幾多，而係你交多咗，但你得到嘅未必相應提升。如果你攞 Croydon 同核心區做個大概對比，就會好清楚。以2026至2027年度為例 ，Croydon Band D 大約2600磅，但 Westminster Band D 只係大約1300磅。即係同一個倫敦，你可能要交接近1倍。當然唔同地方計法會有少少差異，但方向好清楚。你喺一個管理更差嘅地方，交緊更高嘅成本。最近 BBC 有一條 headline 幾值得留意 ，Croydon 更慘被冠名為垃圾之都，每星期都有過千宗非法傾倒垃圾個案，已經唔係個別事件。有時清潔工人仲要時間競賽，呢頭清理完2個鐘頭後，又會變出一堆新垃圾，直頭去到垃圾生成器嘅境界。問題點解會咁嚴重？報道就指部分非法傾倒垃圾個案背後係一班 waste gangs， 專門收建築商或者裝修公司黑錢，深夜將成車嘅建築廢料傾倒喺偏僻街道或者空地。亦有居民認為問題同政策有關，咁梗係啦。大型垃圾要收錢，花園垃圾又要收錢，垃圾桶都要收錢，乜都要錢。最大鑊就係執法嚴重不足，啲人咪直情將啲垃圾棄置喺條街，令人冇眼睇。Croydon Council 雖然表明執行零容忍政策，但當 Council 財政收緊情況下，最先被削減嘅通常唔係 headline 上面嘅項目，而係呢啲日常但高頻嘅管理工作，例如大型垃圾收集收費化、執法人手減少、巡查頻率下降，結果係清理變成被動，違規成本變低。當呢個平衡一旦被打破，垃圾就唔再係事件，而係系統性現象。對業主嚟講，呢啲未必即時反映喺樓價之上，但會慢慢反映喺一樣更實際嘅嘢，就係居住體驗。你可以想象一個咁嘅情況，你住喺一個外觀唔差嘅新樓，但係轉個彎就見到一堆長期清唔走嘅垃圾，公園喺隔離，不過你已經冇 mood 去。租客睇樓第一個 impression 已經打折。當呢啲情況變成常態，影響嘅就唔止係觀感，而係流動性。即係你層樓仲有幾多人願意接手呢？ Yield is today, capital growth is tomorrow。當一個區開始出現管理失衡、公共服務下降、居住體驗轉差，影響嘅唔只係租客質素，而係整體 demand。租客會揀走，買家會觀望，流動性會慢慢收縮，到最後你面對嘅唔係回報低咗，而係選擇少咗。呢個先係最大風險。
所以我哋睇倫敦樓，從來唔只係睇一個單位，而係睇3樣嘢：個區嘅管理能力、財政健康同埋長遠吸引力。呢啲嘢會直接影響你層樓未來幾年甚至10幾年嘅走勢。倫敦有唔少好區，但亦都有一啲你應該要避開嘅地雷陣。如果你而家正考慮入市，最重要唔係快，而係睇得清。想了解邊啲區仲有長線價值，或者想針對你嘅預算，睇下最穩陣嘅選擇，可以揾我哋傾下，或者訂閱我哋嘅頻道。我會繼續幫你拆清楚倫敦每一個區，避開啲伏位。今集講到呢度先，我哋下次見。